收，然后我们再蹲下，伸手摸一摸他的额头，这就是白金用来发声的位置啊。想不想再？ इनको तो हाईलाइट करेंगे ना ऐसा नहीं है और बोलो हाँ नहीं दे दो अभी आ गया तू ओ आने दे हो रहे देख रहे हैं环境爱护动物的也要给现场朋友讲解一下，如果在海滩边看到海豚搁浅，我们怎么样的救助方式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用毛巾或者是湿布在海豚头部的换气口周围轻轻的擦拭，以防异物进入它们的呼吸孔。同时，如果天气热的时候，也要对海豚身上一直保持海水降温。 海豚再次回到水中呢，也要展示一下什么是对海豚提供前行的动力。看一下海豚前进的方式，来吧，跟随着海豚绕场一周出发。
सिटी है।我们看到海豚尾巴是上下摆动的方式，这是刚才讲到它们的呼吸孔，也就证明着海豚是海洋的哺乳类生物，所以它们是利用肺来呼吸，不能够长时间的在水中。वो आ गई डॉल्फिन। हेलो कादे भाई वेरी वेरी दर बंद हो ना जा। 拉皮的故事是一个温暖的春天。那时，它还是一头幼小的孩子。बंदा आ गया देख।火了。海洋青年队带领着他们的骑士已经来到舞台前方，为了让现场的朋友观看得更加清楚，邀请您把目光集中在正前方的蓝色舞台。准备好了的话，咱们的海豚家族上岸吧！介绍一下，大家看到的海豚是全世界40多种海豚当中其中的一种，名字呢叫做平鼻海豚，又叫做泛滥海豚。
Ottissima con testa, lei qualifica. 非常厉害，看到海豚家族啊，用自己尖尖的小嘴巴能够转动这样的呼啦圈。但是刚才我们的白金天使呢，有一份礼物送给现场的朋友。当然，海豚家族同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海豚。 海豚以跳跃的方式，以跃出水面的方式，也回应着现场朋友们送来的热情。这份热情，这份方式也只是简单的开始。下面的时间，他们将带领着整个海洋家族来到大家的面前。 感谢白金天使带来的深海诗篇，他们的出现让我们感受到这片海洋当中的生命与活力。当然，这片海洋的精彩。 圣洁的白金天使在这帮海洋当中舞蹈嬉戏，他们也想来到我们的前方，找一些可爱的朋友，和他们交上一个朋友。那也希望现场的朋友们用一点点热情的掌声，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台。 好，我们圣洁的白金天使已经来到舞台前方了。咱们既然他们想找一位同频的朋友，我们就看一下哪位的朋友更加热烈，好不好？来，有点热烈，带着孩子不方便是吧？我们找一位来，我看看啊，就这边热烈是吧？